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高雄轻铁昨昏发生通车以来上侪人受伤的意外。昨昏晚暗5点外的时阵，有一台大货车违规驶过轻铁的路线，致使甲一台轻铁的列车相撞，车顶6个乘客，也有一个货车的驾驶是拢有受伤。 轻轨列车正要驶过路口，因过有一台大货车煞硬要过铁轨路，两台车拢做伙。轻轨列车的车头从东方玻璃规片拢碎去，大货车的车头也拢甲猫起变形。列车行经英雄路口，列车为绿灯通行方向，大货车自列车左方驶入，司机员虽然已经紧急刹车，但仍与货车发生撞击。 车祸发生伫海边路甲英雄路口，高雄积分讲列车无牌码，会锁登去机场内面检收。因过代志发生迄当阵，车顶6个乘客甲货车的驾驶拢因为撞击受伤。好佳在拢个知影人，其中6个人包括货车驾驶在内拢送病治疗。警方初步认定是因为货车驾驶王兴南无照规定让大众积分系统的车行过。 王男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17款，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并王男涉嫌违反刑法第184条过失妨害公众运输行驶安全罪，将于警询后函请地检署侦办。轻轨伫暗时7点5分恢复由南往北通行，不过这件意外也创高雄轻轨通车以来受伤人数上最案例。高雄轻轨通车以来，沿线59个路口发生过几落件意外。 2月初，公馆窑轻轨列车正要过路口时阵，一台无依照停靠违规倒弯的轿车撞到。3月也因为司机誤神，列车过站无停，结果高马路转来月台，造成交通大乱。因过民众需求愈来愈悬，高雄轻轨每班车的营运时间自12开始延到暗时10点半。 第一天营运，规天的总运量要达4万人次，表示轻轨也是有真侪民众爱坐。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来看，因为进前受到风台影响，到今仔日透早为止，嘉义甲台南也阁有7900多户失电。有居民看到别个庄仔头电已经来啊，家己厝内要无电，竟然是甲台电的人员去冤家。另外，旭东环保公司伫咧屏东外海的光电架啊，去互风台吹甲四散去，目前有的是已经流去甲片乌啊。 几落大吊车停伫路上抢修电火条仔甲电缆，但那些风台的强风震动大量的电火条仔，致使嘉南地区大范围失电，台电出动2400多人，无眠无日抢修。台风家里都还没有处理嘛，那就急着来这边先抢修了嘛。那家人只能体谅。我一礼拜我无看有人流鼻啊。 台电甲相关的厂商拢真辛苦咧修理，虽然生活无方便，大多数的民众拢愿意体谅，但是有关发生部分的冲突，不但有民众伫台电工班施工的时想要主动，要求工班先抢修因兜门口口的私人电火条仔，双方冤起来，警方接到通报，赶紧到场调解。我意思是讲，你这个条我拆起来，最这个我家己开。 在后失电第8天，台电赶工并全部恢复上电。这次最严重的其实是电杆的导断数，大概有将近快3500根的电杆。如果电杆没有导断，其实我们只要把断的线接上就有电。那这次是必须要把电杆先移除，再把它再印新的杆，然后再能够接线，工作就会比较久。 海报顶面有一个大型的浮台，顶面阁有锁仔甲零件，好亲像是旭东环保科技设伫屏东嘉丹外海的立华光电试验浮台。伫丹那市风台过境了后，车被漂流到平湖拿到海报。我们现在已经有跟棚管处做了通报，那棚管处说他们会来协助把它脱离啊。 浮台伫遮几落天啊，品管处12派人到场评估安怎清理，因为旭东无法度伫风台48点钟内清掉，致使浮台四线伫咧高雄屏东的沿海，甚至漂流到平湖，已经互屏东县府罚超过25万。业者接到通知，已经请在地厂商协助刷走，了后会再转来台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风台丹那市扫过中南部，有的所在已经无电到当时第7天啊。 台南7股有居民因为无电，所以点蜡烛，煞是引起火烧厝，不幸来过往。市长黄伟綽昨昏去7股勘灾，有灾民想要တင်情，毋过煞是去互阻挡，心内是感觉真委屈。
昨日暗时7点外，台南7股即个徛街熊熊就会烧起来，消防队员接报了后，来到现场赶紧抓水。不过伫内底老婚人有缘不幸休息。无心风尘受困屋内，不幸命丧火场。本文局后续依程序报请台南地检署司法相验。你停电点蜡烛对？有啊，拢无电啊，内底个热，啊，毋则开窗仔门嘛。婚林人的校史讲，因为进前风台影响7股部分所在是拢停电。暗暝末为了照明，民众只好伫个厝内底点蜡烛，发现导火时已经被火抢救，徛街拢互火烧了啊。不过详细导火原因由等待调查人员来调查。台南市长吴伟铁13到7股西寮也有会影来勘灾。当地民众讲，因为停电，冰箱内底物件全部歹了，到暗时除了点蜡烛，更加常常热到失眠，互因感觉是真困扰。我安尼甲讲过，啊无安那，别人有电，啊咱无电，总感觉足艰苦的就对。这时有民众反映，原先想要向市长定情受灾情况，不过和其他人动起来。对，一讲话又有讲，你点哪里唔捌啊？我已经被吼第2次了，这次我才大爆炸。那一天总统来，也有人跟我说，你放心啦，人总统什么拢会做哈，你免去讲遐济啦。我连问问题的资格都没有吗？将台电赶紧伫个抢修复电，不过伫沿海地区原先是种真侪马花乌，可是因为风台影响，病家也拢倒去。马花乌嘛要定种，复原之路也真久。像这些花，这些可能就是要去处理掉了哈，这些花就要重新种了，没有办法再复育掉，所以这变成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农业部统计，受到丹那市风台甲西北大水雨影响，造成农业产物也个民间设施损失。到13下晡1点，大约是25亿5489万，其中台南市损失上多，已经超过9亿。有关等待地方中央协助灾民甲农民重建。记者综合报道。做餐人看天食饭，不过这届风台来，若是造成失电，农产的损失嘛真正力。伫个家己有农民贷款种真少，不过却是连续2年拢因为风台无法度收成，尤其是一年一收的农产，今年烫天的心血全安尼规个乌有去，因希望政府会当增加补助金。头开地下来看，拢是因为风台受损的高价来。农民讲40年来第一届拄到这种状况，今年除了高价来的损失，风台对明年的收成嘛带来影响。因为伊苗拢已经拍破去。拍破去了，伊就算讲伊会减做迄个养分，要储藏养分伫这基调嘛吼。结果即摆安尼无法度，伊爱搁订发一届，搁消磨一届。除了高价来，中部阁有青农贷款租地来种香蕉，结果连续2冬伫收成进程拄着风台，若成本全部了去，阁拢无法度收成。我有立保险，我有立香蕉保险，但是旧年开面期嘛，香蕉保险嘛无理赔，我嘛是拢受无伊的原因离对，今朝是一冬一收，要收啊，如果安尼，所以是等于连续2冬无收入。农民表示，香蕉的补助为10冬前开始是1分地8千，即马种香蕉的成本已经增加50%，补助煞拢无提悬。大南的孙龙讲，因的种植成本甲短期种植无共，政府的补助应该要有无共的内容。竹笋的补助即马4200，甲其他贩卖啦，其他补助来讲，伊短期作物短期的2个月、3个月，啊，这一年才会一收的物件。所以这个补助一部分非常的无合理的所在。这摆风台虽然政府对农业损失有提供全部项目的补助，不过这一年一收的农民讲，因的成本其实比短期种植搁较侪，希望政府莫干那用同款的标准来看待因的损失，会当提供实际帮助解决因的困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小可增加，天气同款是真烧热。整体高温差不多是32度至34度，也那离岛嘛差不多有到31度。咱来看温度，因为北边的低气压向南边行煞，今仔日马祖甲中部以北拢较会落雨。过道各地山区甲宜兰都要注意，可能会向上大雨。也那温度的方面，气象署今仔日针对彰化、花莲甲台东拢发布高温的资讯。受到西南风顶感的影响，彰化有的所在是柑仔色的景势，可能会有连续36度的高温。咱若花东是黄色的灯号，提醒民众水都要加啉寡。今仔日水气有变较高，天气又搁开始无稳定，而且会落西北雨。咱若目前伫咧日本南边的海面有一粒风台逼合，当咧向日本的方向行煞，不过对咱台湾是无啥影响。透早日头出来，台北市不少人趁好天气到公园散步，暗过天气热，爱细致食上海。
伊需要提醒，伫户外活动的时阵，一定要加啉水，才袂发生着山顶热伤害。因为经济卫福部的统计，今年7月初1到7月为止，有将近250人次因为热伤害看医生。这伤害的话，其实它可以用好几种形式来出现，包括我们的一些热晕厥、热痉挛、热衰竭和中暑。那其中最严重就是中暑。气象署表示，原本伫日本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13透早已经乘做今年第5号风台碧咸，向日本方向刷天东，对台湾无直接影响。这个百合台风未来一段时间会朝着日本的这个东方海面移动，然后再往东北边离开，所以这个台风未来一段时间的路径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的。气象署指出，14、15水气增加，中部以北天气无稳定，透早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也要注意中度过后雷阵雨。到18、15，菲律宾东边海边可能有热带低压扰动发展，不排除加速风台，也个需要密切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印度这礼拜大水忽视就无休困，而且造成严重的灾情。13伫印度的北部甲西部发生水崩山，目前是还无收到伤亡的通报。不过车路因为崩山未通，农作物嘛规拢淹了，即个算长是真正力。另外，伫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因为这2天落大水雨造水灾，目前知影已经有2个人失踪。怪手趁雨较细时阵赶紧动工，这条路因为山壁崩落，车无法度过。伫过去1礼拜，印度大雨落未停，到13，北部加西部有一寡所在灾情是真严重，溪水漫出，山顶的大水冲来，几条路车无法度过，尤其旅游计划受影响。6 बजे से हम यहाँ पे रुके हुए हैं और बोल रहे हैं कि कोई आने जाने का रास्ता अभी खुला नहीं है, सब बंद है और शाम को 5 बजे खुलेगा। और हम पैकेज में हैं तो हमारे वो वाले पैकेज जो है उसमें आज का मनाली एक्सप्लोरेशन था वो कैंसिल हो गया। 印度真侪农民的种作拢是靠天公伯落雨灌溉，不过这几年雨落伤多，排水系统阁无好，定定做大水。伫古吉拉特邦西部的巴纳斯坎塔有一个所在大雨落几暗，农民种的土豆规拢浸入咧水内底，真唔甘。उखड़ दिया और फिर से मैंने मूंगफली लगाई तो फिर से पूरा खेत भर गया है, तो हाँ बहुत नुकसान है। फिर भी उगेगा नहीं मूंगफली, ऐसे पानी भरा रहेगा 4-5 दिन ऐसे पानी पड़ा रहेगा तो फिर भी नहीं उगेगा। 另外，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库维利亚斯因为拜六落大雨造大水，有人失踪。13早起看到直升机伫咧天顶来来回回搜救。根据失踪者的厝边讲，看到因和大水冲走去，尾仔就无看到人。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伫11暗发布几路变红色警戒，了后有几路条路甲平原就做大水。加泰隆尼亚消防局伫社群媒体打文，有接到200多通报案的电话，赶紧派直升机去搜救。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台湾自由人权发达，不过却是台北市传出有远洋外籍的渔工受苦毒，也有伤亡的事件。有渔工的镜头也登去，超过1个月才返来台湾就医，事后去公司透露嘛无补偿。渔工长期面临低薪甲过劳的情形，不过这改善的政策煞是看有食无。来看联合报。台北市最近这5年接到65件有民众骑奥多摆伫咧停车场处理的事件，议员建议市府都要定出相关的规范来改善。因为台北市天管处回应讲，已经有增加相关的规定，未来起新的停车场都会来执行。过来看自由时报，因为物价起的幅度已经达到调整的条件，明年综合所得税免税额有机会调悬4000块，调悬到4万1。若薪水所得甲时薪障碍特别扣除额是调悬8000，调悬到22万6000块。按算年底的公告，后年报税都会下扬。继续来看，即马诈骗集团是又阁有新的出头啊！破发现金1万块的法案才等通过尔，多民众收到简讯，讲爱点入去链接内底填资料，才会当来领钱。提醒各位乡亲，都爱细致，唔通去怪气。简讯写去年税收扣超过5000多亿，大买全民发现金1万，佮甲连结袂爱离弃入去，刑事局赶紧提出紧急的呼吁，讲这是诈骗集团上新的手法。
立刻就有诈欺集团到处传送简讯，要你呢点选到一个连结去，这个填上你的个人姓名以及手机号码，甚至是你的信用卡号码跟到期的日期以及背后3码。刑事局指出，若准试入去就会出现这款的画面，为着互民众相信，佫会出现中央准保公司的图样，佫来第二里写资料，佫会甲民众联络，要求因操作网络银行，互民众一步一步落入去诈骗的陷阱内底。实际上，这个法案才拄只是3读通过，立法院按算上紧10时才会送出法案。民众若准收到简讯，一定要提悬警觉。另外，台中又佫有诈骗集团，记做是时代的亲情。讲需要资金来甲人骗。昨天我来会呀。所以昨天先汇32了。对。今天又打来。我老公有跟他联络，然后他说没有打电话。就是他确定。他确定是诈骗，没错了。连2天前往银行汇款，他先汇出32万元，隔天又准备汇款40万元。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本所员警到场，并协助联系真正的侄子。证实富人遭受诈骗。台中警方接到银行员的通知，姓吴的负责人前一天才汇32万，但是第2天又要继续汇钱，金额拢真大条。原来是接到讲伊家己是负责人孙仔的消息，表示需要现金，后来确认是诈骗集团假的。警方提醒民众，若准接到这款的电话，拢需要先查证，唔通真简单就相信走去汇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有关关税的消息。咱台湾的关税目前是还阁咧谈判，敢有裁调压伫咧20%以下，美国是还未公布。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讲台湾有考虑要买美国的天然气来正做关税谈判的本钱。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才表示，也未公布关税国家拢爱付15%到20%的关税。不过，外界咧预期，剩的国家拢是这号税率的区间。川普所宣布，墨西哥甲欧盟拢被扣30%的关税，这也让台湾关税税率佫引起关注。台湾是不是会被进一步的再加上去？我想这个可能性当然是相当高的。如果关税真的拉到25%以上的话，这个会不会对我们国内产业产生影响？我想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些产业，它的毛利率比较低的，一定会受到冲击，那也会有无薪假的可能。针对台美关税谈判，行政院12日发声明指出，台美关税谈判已经在美东时间这个月初8进行第3摆实体会晤。台美关税谈判还在进行当中，进入关键阶段，已经初步约定1摆实体参详时间。双方拢表示希望能在8月初1日期限之前完成协议，到时阵会有最后结果。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中油咧讨论收购美国页岩气，除了因确保台湾经济所需要的天然气用性，也希望能让台湾得到更加多政治条件。中油不予评论了。我们一直以来就持续多元布局，要针对天然气气源去确保美国的页岩气的品质本来优良，一直以来是我们重要的目标矿区。这几年来都持续有在评估。中油回应无排除任何前景合作选项，会照实际评估结果，也个人员政策新面建议。不过台湾关税是不是能讲出好的结果，依然要等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进前讲，关税也未公布的国家会扣15%至20%，结果这第4波的名单出来，说是要甲欧盟加墨西哥扣到30%才尔悬，等于是谈判了后，关税颠倒扣较济。美国总统川普12日宣布，对8月初1开始，会对欧盟甲墨西哥输入美国商品扣30%的关税。若准因想要发动报复的措施，安尼美国无排除会甲税率对目前的基础搁增加。根据川普4月初伫因讲的解放日公布的税率，欧盟会互扣20%，墨西哥是扣25%。墨西哥的总统12日表示，伊有信心伫8月初1进前，甲美国谈判，达成对墨西哥更较好的协议。但是唯一袂当让步的，就是国家的主权。Y hay algo que no se negocia nunca, es la soberanía de nuestro país. 川普伫写予新保姆的公开声明当中指出，墨西哥政府打击美毒集团的来头伤轻，就算墨西哥也协助美国管控边境，但是要是做甲无够好，若是墨西哥输入美国的商品，互扣30%的关税，墨西哥生产量自然鸡尾酒的工厂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根据统计，2024年前9个月，美国对墨西哥进口计达有38亿美金的两质兰鸡尾酒。那30%的关税生效，美国可能改向德国、西班牙甚至罗西亚进口。Yo quisiera que nos dejaran trabajar, que nos dejaran llevar ese pan a nuestras casas y que las personas que son nuestros líderes se sienten a hacer convenios. 因那写予欧盟执委会主席彭德莱恩的声明，川普强调，美国甲欧洲真侪年的协商已经确定，要消除双边贸易对美国产生的真大的红字，而且双边的关系也早就已经无对等。彭德莱恩的公开回应是表示，世界上真少有经济体开放程度，对公平贸易的惯例遵守的程度会当甲欧盟相比，欧盟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护利益，包含伫必要时用相应的对策，态度也是大真的。包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领袖，拢做伙支持欧盟甲美国继续协商，反对30%的税率启动。公司新闻见完强编译。来关心国际消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拜六接见罗西亚的外交部长，北韩答应伫咧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无条件挺罗西亚到底。因那罗西亚是继续发动无人机甲飞弹攻击乌克兰。美国总统川普是感觉真无欢喜，而且讲暂时要发表重大声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离地境内元山度假区接见来访的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并且伫游艇顶面举行会谈。金正恩讲，北韩的无条件支持甲鼓励罗西亚领导解散，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军援所采取的一切做法。同时也讲，双方国战的继续深化交流。 양국 지도부의 그 우중을 소통하고 의견을 자주 교환하는 게 매우 중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拉夫洛夫这摆访问北韩3天，在2、3前，伊甲北韩外长崔成基伫元山会谈，并且感谢北韩派兵协助罗西亚攻打乌克兰。过去1年，北韩已经向罗西亚派出大约11000名士兵支援前线来作战。金正恩政府也答应，搁再派大约6000名军事工程师甲建筑工人到罗西亚库斯克地区来协助重建。另外一方面，罗西亚在里发射597架无人机、26粒的飞弹，主要是针对这个西部城市，造成2人死亡、20人受伤。 乌克兰方面也加军100架无人机加军10粒的飞弹解散落。 Щоб Україна отримала якнайбільше засобів для збиття дронів, для збиття ракет. 罗西亚对6月开始明显增加对乌克兰空袭，这里是7个第4摆重大空袭，有双方会谈拢无进展。罗西亚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协商的努力，表示川普有个要伫10时对罗西亚来发表重大声明。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 即摆天气热热，分数早一支世纪的电风是真利便。不过因为这种的产品真俗，有的是用过真紧就去用拼掉，颠倒是造成浪费。根据统计，敢若伫咧2024年，英国就产生5亿9千万件这类的电子粪扫，甚至有真侪还阁洗唔新，拢无用过，都已经互拼伫咧粪扫场啊。 北极熊是热甲伫冰甲顶面滚流，海边啊也全拢是人，路上民众是一直会亏损。因若即款的天气以后会阁愈常发生，时间也会阁愈长。未来巴黎可能上高温有40度，比利时甲荷兰的气温也会悬到无正常。因若为着降温，会使看到真侪人手拢提一只细只的电风，价销无贵，一只大约是10英镑，无到台票400块。根据调查，英国一天平均卖出19500台的这种手提的电风。 Because people think that they'll cool you down. They don't. They just push around hot air. That's pretty cool, but I can't really feel the wind on it. 不过因为真少，真侪人用完就淡掉，而且明年这时阵，佫会推出新型的。过来就是伊无耐用，也无好维修，这种互人叫做快科技的产品，可能致使一场毋捌有的电子粪扫灾难。 What do you do with it afterwards? I mean, it looks trash, so it becomes trash. With the UK heat wave, as we know, it can come and go in a flash, and you won't have wanted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staying cool. Some of mine I've had since 2023. There's no need to dispose of them after you've used them for one summer. Just pop them away in a cupboard, drawer, whatever, and get them out the next year. 专家讲，这个快科技的电子产品，其实拢有真宝贵的金属材料，亲像铜、金、锂、佮阿鲁米等等，拢会当回收佮再利用。另外，根据调查，英国伫2024年到2025年之间，都等着5.89亿个快科技产品，而且伫2023年，等着数量是4.71亿件，其中有真侪是无用过的红弹条。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已经部署几啊只 B-52轰炸机去关岛。美国空军指出，这个部署的目标是加强美国对联邦的承诺，也佮有甲东华国家的军队的整合，要来提升应对冲突的灵活性，而且嘛包括可能伫咧南海甲大海爆发的冲突。来看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的执行长吴振芬，伊伫接受 CNN 的专访的时阵表示，美国应该减少外靠其他的国家，都要甲科技制造业迁徙转去国内，这嘛会当消透台湾的压力。来看克贝良的总统比亚，今年已经92岁，今仔日伊宣布伊要参加10月份的总统大选，希望做第8个总统的任期，延续掌权40年。咱派国造的绿色剑击飞弹来应战，防卫桃园机场的安全。也那爱国者飞弹是进驻台北的上山机场。减少调度批特机伫海峡中线的战备警巡，国军牺牲组应急作战阶段，陆军陆军团21炮击部绿色剑击飞弹车马上进入战术会地。汉光41号演习进入到第5天，国防部想定推进到共军企图以联合火力打击和登陆作战犯台阶段。国造的陆射歼2飞弹就现身桃园地区进行防空接战。第一摆参加汉光演习，由中空军演习，绿色剑击飞弹应执行360度对踪监测，有效射程15公里，完全遥控射击，或者是车顶射击方式，拿下战机顺翼飞弹等目标，是咱野战防空重要利器，拿去防护桃园机场指挥安全任务。不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第3作战区的暂时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所在。如果有中共的巡弋飞弹经过了外围的拦截网，那进入进程阶段的话，那就由这个陆射歼2跟也许理论上部署在附近的复仇者进行拦截跟借战，确保我们重要军事资产，尤其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功能完整。用卫生帮者爱国者飞弹车进驻上山机场甲台北周边地区，捍卫首都空防。国防部长郭立雄也到现场巡视。不过，这摆汉光各团以外，10日暗时，一台陆军八军团东风型轻型战术列车经过高雄市旗山区旗南山路时阵，不明原因弄路边护拿照蹲，车顶3个官兵受伤落血，好在再无生命危险。八军团表示，经过纠测，官兵拢无酒后驶车，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清楚事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个台中潭子拜五暗时有一个有心的人，伊驶车咧当长灯，不过煞是去互为后斗转咧弄落，想袂到这个甲弄的竟然是一个警察，还佫食酒驶车。加在这个车祸是无人受伤。也那台中市警局讲会严格甲伊处分，甲伊记一支大告，而且会甲这个食酒驶车的警察甲伊调单位。后壁这台车去弄到头前这台车，这辆虽然无造成人员受伤，不过也互驶前车的这个姓林的有心的妇人惊一个。警察到现场处理，发现后车驶车这人也是警察。来不及啊，稍微撞上去而已，小车祸而已啦。觉得不 OK 啊，就是他们警察也知道酒测有多危险，罚款有多严重，撞死了多少人，他们还做这么危险的动作。代志发生伫11暗时9点外，台中潭子贯通南路甲复兴路口，伫台中和平分局连一个4岁警察无注意到头前白色的轿车已经伫咧停等红灯，虽然有动车，也是弄到。辖区的台警分局依照规定进行酒测，酒测台确认是超过标准，也甲4岁这个警察3号地检署去侦办。本分局员警依规定到场处理，蔡男之经检测有酒精反应，酒测值超标。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也这4岁警察所连接的派出所气氛是无啥好，同时也讲一切依法处理。和平分局也讲，虽然经过一再宣导，也受同仁讲价未拄到未发生，除了将当来量处，也对救这个相关主管的责任。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地检署预知无保请回，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本分局立即行政惩处从重，记一大过，并调整服务地区。令相关人员考监责任均依规定议处。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之后呢，必须要进行汰除这个员警，以身试法。你要市民们如何能够遵守法治？因为你们身为执法人员，你们自己都做不到。你今天再来临检我，你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啉水赛车防治团体讲，对去年11月到即阵，台中已经发生包含之前有4件警察啉酒赛车案件，除了呼吁爱对源头管理，嘛要加重这警察的法则，才法度确保相关事件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鸟皮头公园沿海步道，遮自来风影就真大，而且石头多，路嘛歹行。因过就有人去有小狗影架起，所以这个所在早就禁止出入啊。不过12日竟然有人走去遐钓鱼啊，拄好阁拄着电流，有2个人抓掉伫遐。目前这2个人是有救出来啊，也若困管处嘛要甲伊开罚单。消防救所啊，协助头前的同事撩水，画面看起来真危险。3位民众12日无经过许可，偷走入去屏东鸟皮头公园海滨步道的禁区钓鱼，煞伫暗时拄着电流，造成2人受困。消防甲民众救条条，带留互2人一时徛袂在，经消海巡特定单位接到通报，出动来去救人，开超过2点钟才甲人平安救起来，加载2人拢无代志。钓客在礁石上无法上岸，因浪大危险，立即架设横渡系统，由攻击手沿着绳索将2位钓客安全救出。现场采禁止入去的告示牌，民众走入去的海滨步道，因为搭岩真危险，无好行。过去个捌传出游客互小狗影赶走的意外，所以早就公告禁止入去。但是3不5时有人偷走入去，困管处甲保持总队不时咧巡，看到有人就扣扣引走。本案的救难地点非常明确，是违反了垦丁国家公园禁止事项的第12项，禁止进入猫鼻头公园的海滨步道，违反者可以处罚3000元。因为新北广兴桥侧边才发生民众违规耍水、渡水的意外，造成2位消防人员殉职。困管处唔但对3位偷走入去的民众分别罚3000块，也提醒大家莫到危险的水口钓鱼啊，也是耍水。甲免发生意外的时，唔但害死家己，搁爱互救援人员都性命救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真青年乐团5月天12日伫咧台北大巨蛋办演唱会，迄天拄好上大雨，大巨蛋内底竟然搁咧漏水。即马体育局安算今仔日会去勘查，若确认这座位会漏水，会依法甲因罚10万块。天崩咧滴水，5月天12日暗时和 FC 合体伫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拄着台北市落大水雨，大巨蛋部分观众的座位搁发生漏水。有昨到场的歌迷表示，虽然家己的位无漏水，但是楼梯确实有积水。就是它那个楼梯都像瀑布一样，然后水很多，就觉得好像有在积水，就是快要积水的感觉，很扰民啊，对啊，就不方便，就感觉就是蛮严重，真的要尽快改善会比较好一点。台上在唱流行语，台下的观众在躲雨，因为昨天是满场，所以没有任何的空位可以换。歌迷朋友说，我买了3800的票，3000多块的票，最后坐在300块的位置。但有成就讲，虽然主办单位赶紧调换座位，但是因为全场满员，真侪人换位了后无啥满意。发声讲，爱台北市府和万雄面对漏水的问题，也要求市府该罚的罚。市府这边我们现在已经会再去询我们的行政程序哈，那会再对昨天的漏水事件进行采访。体育局强调，第一时间已经通知万雄赶紧处理座位的代志，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若准漏水的范围牵连到 B1 甲 L2 的区域，会按照2020年6月初2的缺失单来罚10万块。若准是其他楼层，会开缺失单限期改善。改善期是1个月，并且伫完成改善这个记档工开始3个月内袂当搁漏水，相关的代志拢会列入去营运的绩效来考核。万雄巨蛋公司表示，针对漏水的区域甲发生的原因，目前继续进行全面巡检甲盘点，也会讨论改善方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清在发生行动电源导火烧起来意外，即马台铁甲高铁公布新的规定。你客若坐车，行动电源都要扎伫分数边，袂使放伫咧行李的箱仔内底。不过因为交通部无相关的规定，所以目前敢若会当先劝导。为了安全，要是请旅客都要配合。今年4月，高铁发生一站旅客放伫攀野的行动电源向向边去着火意外，因为常常有行动电源家己烧起来的状况，为着安全，台铁甲高铁拢公布坐车的指引。
旅客行动电源应该扎伫身躯边，袂当放入行李箱或者是架上托运。我会配合，对，这是大众的安全性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安全性，是大家的安全这样。你放随身携带的背包，你在游玩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拿行充充嘛。可是你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拿行充的话，可能就是怕会有问题。行动电源伫飞轮机家己掉毁，威胁到飞行安全的事件也常常发生。台铁甲高铁最近1年以来也发生3件意外。对此，高铁表示，旅客载的物件若可能有危险的时，应该放伫看会到的所在。若准旅客使用也是保管行动电源无细致造成毁载，有关需要负相关的赔偿甲法律责任。也若台铁表示，现行铁路法规定的危险物品无包含行动电源，敢若会当用可坑的。我们是有请旅客要这样子做了，因为，法律上是没有办法强制嘛，现在只能劝导，因为罚则是交通部定啊，我们不能自己定啊。台铁强调，虽然目前法规并无将行动电源列作危险物品，但是过去几件事故显示，若是无好好保管，就可能造成意外。高铁也透过网站、车站的看板，抑有列车的走马灯等等，呼吁旅客注意行动电源使用的情形，来维护旅客运输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地方风上头，咱来看，即马真侪人会趁休热四界去行搭。农村水保署选出全台湾12出农村真有特色的手路菜，其中台东关山农会美国学校，因的碗公饭即届是摕到银牌。即马因要把这在地好滋味结合观光推广出去，希望互更加侪人食到这特色的好料理。台东县关山顶农会美国学校推出碗公饭，特色就是袂当竞菜，菜妈妈煮啥就食啥，用的是在地米、在地生产的食材，一碗大约6出7出的菜，而且每一顿的菜色拢无同，尤其是食甲4、4叫。真的吃到很乡村、很新鲜的一个食材这样子。这种古早味的碗公饭，参加农村水保署举办的第2届记忆当中的倒一味好料评选，因为呈现出早期农业社会做事人伫田里食的大碗公便当，互真侪人想起农村的生活，有庄卡的食食特色。这个月公布得到银牌奖。什么叫做记忆中的那一位？后来想想，我们的碗公饭可能就是可以当做是那种，因为它以前是一个田间的便当。我们在推崇的是一个15里程归零的概念哈，它吃的是在地，吃的是回忆，吃的是我们乡村的味道。即马活动全国的热气球活动已经吸引超过5万人次。关山顶农会希望热热旅游的大轨会当推广碗公饭，互来到花东全国旅游的民众，唔要烦恼要食啥，得当食到俗个大碗的好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屏东的垦丁国家公园内底有一个社顶自然公园，在地酸雨带地形是因真大的特色，而且生态嘛真丰富。伫遮导览员唔但会带游客了解物种保育的成果，嘛要互大家了解医护环境的重要性，互这个所在会当永续发展。占地大约129公顷的社顶自然公园，虽然无亲像垦丁森林游乐区遐出名，游客嘛较少。但是伊的自然生态也是真声人捌，伊有大石甲山谷，而且生态也真多元。在你做生态导览分享的过程当中，可以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物种。社顶部落社区是垦丁国家公园第一个发展生态旅游的社区，旅游导览也正做社区创新真好的方式。那个叫黄金蛹啊，这个黄金蛹是表示呢，这种蛹是有毒的蛹。比较漂亮。只要越鲜艳的蛹的颜色来越漂亮，那个都是有毒的。越鲜艳就是一个躲避天敌。社顶的自然景致是丰富又阁有特色，物种也真侪种。有一寡物种是伫大自然靠家己生态，不过有一寡物种亲像玫瑰露，都要靠人工来保育，这也互社顶部落社区的发展加一项选择。很多人都坐飞机到日本去看奈良的梅花鹿啊，我们自己本身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富裕这个资源，我们都一直都没有利用到的。我曾经有一次的经验，就看到梅花鹿3只母鹿带着2只小梅花鹿走进我们社区的步道。社顶部落社区导览的行程，唔那只是带游客行行看看的，是用行动来维护甲记录自然生态，互每回都也当伫大自然的环境，
甲社顶部落的居民做伙生存，加做南台湾的另外一个仙境。国视新闻采访报。来看，伫咧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因为所在较偏远，伫遐有一间修道院教堂，建筑的风格真有现代主义。不过，却是无啥人知影。一直到去互电影翕出来了后，佫摕到奥斯卡奖项，才引起大家注意。尤其是伊这旁修形体的窗仔门是真大特色，嘛真罕见。咱做伙来看卖。伫明尼苏达州的北部这马罗西，看到这个楼梯形的公古里现代建筑物徛在遐，这是天主教本土会圣约翰修道院。真正因为所在较偏僻，无啥有人知，即个一寡建筑师会来遮。不过这份因为电影操控派建筑师的介绍，一个匈牙利的犹太建筑师布罗伊尔的作品，才突然间庆红起来，真侪热门的景点。有着现代主义风格圣约翰修道院教堂，有大型的楼梯形立面，公古里雕刻的12架骹，有一个群朴实的钟楼，甲以前教堂甲修道院一定有正高的历史风格正无同。旁修形的正面窗仔门有轻几落百的闪闪细细的六角形彩绘玻璃，教堂内反光时阵透出来光影正水。1950年代，美国战后经济开始复苏，天主教会也开始推展现代化改革。为了要起修道院甲边仔大厦，迄当阵44岁修道院院长德沃沙克发邀请函予几落位真有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也是经捌伫咧德国包豪斯学校读书的匈牙利的建筑师布罗伊尔。Prior to the work here at St. John's, most of the sacred spaces being built in this country were utilizing historical forms of the past,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Gothic cathedrals, from Renaissance churches with their domes, from classical colonnades on buildings. It was very much a historical revival that shifted completely in the years after World War II. 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铭就捌伫咧哈佛大学做布罗伊尔的学生，伊伫文章内面捌写讲，那圣约翰修道院教堂是伫咧纽约，毋是伫咧明尼苏达州，那呢伊将的是20世纪上伟大建筑之一。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